来看高雄凤山一栋大楼伫初三风台暝哦，一寡态度拢落来，造成户牌破去，窗仔门的玻璃嘛破去哦。大楼的管委会是表示讲，即马是已经拢修理好势咯，也毋过哦，赔偿的部分爱去讨论。这户牌弄出大坑，残骸态度落落去，玻璃窗也破去。代志发生伫初三风台天，雨水一直灌入去，窗仔边的家电拢淋甲害去。上面就已经有证据了，怎么会没有嘞？泰鲁为隔壁社区来，大楼外边有泰鲁落落去的痕迹，一直跟管委会代表到场检视，也承认是家己大楼泰鲁落落去，受害民众告算，泰鲁数量只有10片，所发现管委会伫后续处理态度真消极，甚至调失联。包含我当天去他们管理室沿路，我都有看到掉下来的瓷砖。那是不是说，如果真的刚好有人走过去就被砸到？民众讲大楼外边态度亲像无定时炸弹，过去也捌发生过。管委会却认为未造成危害，无要修理。台风天就已经补修好了，然后相关的程序也正在走当中。管委会回报已洽专业厂商估价修缮中，平时也会加强巡查，并加装防护网，以为行人通行的安全。大楼管委会回应，第一时间就修好受损窗仔、也护棚，后续赔偿爱等大楼开会，当原来定数办理，爱1点时间。市府也提醒建筑部泰鲁落落去地主受伤死亡，建商大楼管理委员会或是公务区分持负人，今年移将建筑法罚6万到30万，也负起刑罚过失伤害，也就是过失地主这刑责，也有民事赔偿，已经函请大楼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